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哇！乡亲朋友，你想看哦？系讲大埔还有看电视，嘅世界看运动比赛，有冇看到乜嘅比赛？大家提早講嘅是乜嘅？打籃球錯冇？係冇可能會想到係籃球，係冇會看到哦，像是奧運有當到嘅比賽會看。今日大家都分享嘅一種嘅運動嘅比賽，按照持有差吼。大家當上冇眼熟，不過其實對台灣嘅呢兩隻比賽比到以後哦，大家都分享啲人裏邊咯，大家都分享一下，佢係乜嘢？其實係啲持有差嘅教練馮教練，歡迎教練。大家好。我是新竹县自由车专任教练方芬芳，你好，欢迎教练哈，谢谢，欢迎教练。听您下来系嘛啥咧？有教练当然是咪有娴熟吼，其實呢個娴熟系嘛啥咧？開拓，歡迎。大家好，我係文海濤，來自新竹縣自由車隊。歡迎哈。其實這個氣氛真的不一樣。為什麼？我覺得運動選手有運動選手的氣質。是。你們坐在這邊，然後面對鏡頭。一看就是運動選手，不是因為你們穿的運動衣。我覺得運動選手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氣質，然後感覺那個我覺得正能量很強。教練，你有感覺嗎？應該是殺氣比較強吧。殺氣比較重。你會不會覺得運動選手跟運動選手之間比較好相處？因為大家感覺上就以球會友，或是以運動會友，會有那種感覺嗎？會哈。對，為什麼這樣問呢？因為特別我小的時候，國小的時候也曾經加入過那個就。球隊，我就覺得那樣的一個團體生活訓練出來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對哈，咁個基本上大家都少幹嘛？嘅自由車、持有差，在台灣我們很少認識這種運動種類。對，大家只知道騎腳踏車。對。去騎腳踏車玩，對，然後或者是真的在看運動比賽的時候，你會看的是棒球、籃球，最多就是看看，比如說奧運轉播或是什麼的，對，很少人會去關注自由車。老師，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自由車是什麼樣的一個運動？它在台灣目前它的發展狀況？自由車這幾年比較風行啊，大家騎腳踏車嘛，然後才開始慢慢認識什麼叫自由車。一般以前的我們都只知道騎腳踏車上學，就一般那個大賣場的那種一般的變速車都是平把的。是。那像我們自由車的話，它都是用彎把的，而且輪徑比較小。是。對，它是比較專業式的，它很多東西都輕量化。對。然後會覺得輪胎好細，對不對？對，有那種感覺，對不對？所以其實騎自由車跟騎腳踏車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差別非常大。對，所以台灣這幾年自由車的比賽算是很不錯的發展。對，就是休閒也比較多，是大家愛騎，甚至於我們常常在訓練的時候，假日啊，大家一定會覺得天氣很熱，為什麼還要出門？對，但我們就常常看着爸爸媽媽真的帶着那種國小的小朋友，還買了就是彎把車給他們，真的就在帶着他們在外面騎。對，我大家弟講佢係教練，從我們講大家弟教練自己騎自由車騎幾年了？我從國中2年級開始騎，對，一直騎到97年的時候，98年初完全退下來，是，就是專心當教練，是，所以騎很久哦。應該有15、16年吧。對，所以海濤是老師的學生。對，你講一開始嘅時間有講客家話，嗰種你係梅縣的。客家人哈，我覺得海濤很可愛。他騎車的時候可能沒這麼緊張，他現在接受訪問很緊張，對不對？但是完全沒有殺氣，非常的靦腆，而且我看到這邊非常的緊張哦。但是有教練在旁邊比較不會緊張，對不對？還是更緊張？不會。你跟教練學自由車，應該說你是這個教練的學生幾年了？6年。6年了哈，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覺得教練很嚴嗎？不會啊，因為有時候該嚴的時候就是嚴。是，對。那最嚴的時候是怎樣？怎樣是很嚴？比賽的時候吧，就是比賽那一段時間會比較嚴。
是怎么样？不准怎么样，还是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生活中我是怎么教育你们的？对，就是有些东西教练就是会带头，就是带着大家，就是会以身作则啊。很多东西他都会以身作则去带着我们一起做。对，比如说一天要训练几小时，所以教练也不会休息，是这个意思吗？对，我很坚持，就是原则性啊。然后饮食也要控制，然后什么都要调整，像运动员这样，然后老师会跟着你们一起做，是这样吗？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他们饮食的控制的这一区块是在比赛前比较要求，因为我们自由车选手没有所谓的量级。对，就不会说你很胖也不能骑，就是只是说可能体重过重了，我常会笑他们说，你们会把轮子骑爆胎，减一下好吗？因为我们体脂肪太高的话，其实对我们骑车负担比较大。对，所以大家大家讲到两边，大家是非常的哇，其实很简单哦，大家都先分享一下，记得很持久差改娴熟哈。那刚才教练也有讲到嘛，有分很多种类嘛，有公路，对不对？登山，还有一个场地赛，对不对？那海涛是属于，我是属于场地也有，公路也有。对，他是属于比较冲刺型、速度型的，算短距离的选手。对，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其实老实说哈，台大款体系的时间，你要能够看懂一个赛事，其实美貌按简单。对，所以像比如以团体赛来说，你们是一起出发还是不？你们是一个先出发，然后计时是吗？教练是这样？对。如果以海涛来讲的话，像他们短距离的话，就是有的项目是一个一个出发之后，用时间来去排名。对，用晋级式的方式。对，晋级赛的方式。那像公路的话，他们就是集体式的平路的，就是最后冲刺型的那个选手。对。所以是像我们在跑步像大队接力那样吗？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有计时。对，大队接力的话是一棒接一棒，对，他们是一个人自己要完成。所以今年在台湾算是国际赛，由台湾申办的那个自由车的那个比赛，就海涛就有参加，对不对？对，怎么样？你要不要分享是今年这一场赛事的感想或经验分享？今年这场赛事，我觉得就其实，在那之前，因为去年的选拔赛来讲，原本那一场是为了想说要拼最后一场，自己想说，出国看可不可以有机会去，亚锦赛。然后后来又得知说，他除了亚锦赛之外，还有环台赛这一部分，今年国家都有派队。其实那一场真的已经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跑了，结果还是没能选上那教练觉得呢？他原本没选上啦，是可能就是想要就是先暂缓。那刚好有机会，就是有一个外队来接洽。那我就问了海涛，那我又很怕他练习不足。其实这个国际赛真的赛事它的强度很高，因为他的等级又提升了。但是海涛很坚决的告诉我，他要比。那我就说你要比，你就必须要把它完成，没有半途而废这件事。对，好严哦。只是很可惜的，他刚好第3站的时候摔车啦，就没办法了。对，还好吗？还好啦，其实就当下觉得，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不过教练是不是还有机会？我们都要这样鼓励选手，是不是？是啊，是还有机会。因为未来的路还有一段要走。对，其实运动员呢，就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才是最大的赢家。对，因为依台湾这个环境啦。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员有时候台大为雄功，运动员他除了专业的训练之外，但是这个专业训练的背后，其实训练的是那个选手的意志力、耐力。对不对？其实训练的是他的心智，对，我们常常觉得说你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技术之外，你讲你比赛改时间，我觉得那个心智的那个训练跟那个心智的调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很有可能本来不是输在技术，对，是嘛？教练，对，你看我不是选手，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对，真的，然后你那个稳定度跟那个整个内心的为这件事情的那种平稳。
对，毅力、耐力会决定你这个专业技术的呈现。对，嘿，没有抖安勇改昌土，对不对？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这选手，哎呀，这场比赛好可惜，没有表现出他的专业。对，有这样对不对？老师会觉得实力更好，可是却没有。对，输在自信心。哦，自信心哈。所以其实常常来说，其实自信心的建立很重要。海涛，你这一块应该从教练这边学很多哈。对。你看选手都这样，很省话哈，问他一个问题就对哈。对，没错。所以其实是啦，因为其实海涛很年轻哦，用心朋友其实回头给李亚长你是21岁，对不对？对。对嘛，还非常年轻。你骑自由车多少年了？6年了。6年哈，所以其实真的耶，老师骑了10几年是转教练，所以真的海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骑，对不对哈？所以其实用亲朋友都了下来讲，让大家来讨论，记得到底係起嘛个差幾多幾多，其實還有當到專業嘅就得讓大家來分享吼。你先聊下，等下陣來講。欢迎走的分享到你持有差改教练，还有我们的选手海涛来到节目里面。我觉得有时候运动选手真的很可爱。他可能平常比赛都没有那么紧张，可是上节目比较紧张，对不对？对，真的真的很紧张吗？真的有多紧张？有比你环台赛还紧张吗？还没有到那种程度，还没有，但是已经跟比赛差不多了，是不是？快接近了，快接近了。教练，他说他接受访问跟比赛的那个紧张程度已经几乎一样了。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专业啦。对，所以我们就说啊，刚才公狗改世界只有狗应该要一边踩飞轮，然后一边骑车一边访问，那样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哈。不过说真的公狗持有他差改比赛，他一定是任何一个赛事，任何一个选手上去，一定是一群人一起的努力。对，这件事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对，你光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就一个好的比赛结果。对，是哈。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等一下有术语，我们讲一下后勤对车的角色。哇，这个好有趣哦，对不对？因为这中间有讨论啊。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就会先讲一下哈。你看这中间有个好关键的字，对不对？按摩师，做两改四服哈。好像还不错哈。教练还是海涛跟我们分享一下。来，海涛这次去环台赛有专门的按摩师帮他们按摩，因为我们一般基层队很少是有专门的按摩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经费可以请得起这个按摩师，通常都是选手跟选手之间互相，或者是国际赛的时候，就是教练亲自下去做。哎呦，对。哦，所以这一次他环台赛有经历过按摩师的部分，我们请海涛来讲一下。对，因为海涛很紧张，所以教练直接就是请海涛来讲一下。因为按摩师是一个真的是专业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选手比完赛之后，那疲劳度一定是很高的。对，所以超过大家想象。我常常都觉得他们的身体是铁做的。对，那按摩师的那个角色就是。当选手比赛完之后，洗完澡之后，就是开始按摩，就是按队里面有比赛的选手，就是按完之后，按看那个选手的部分哪边比较酸，然后疲劳度比较高的地方就特别帮忙加强按摩。按多久？按到觉得好像舒缓为止。有时候要因选手而异，因为他们所做的功不一样，可能他们。加上他们状况不一样，每天所承载的那个疲劳度不一样，会做不一样的调整。是，对，而且刚才讲过，世界讲到因为按摩嘛，台家是问好像说自由车选手，其实大家都台家独地嘛，你在外面骑自由车，那个风阻力是很关键。你看非常多的运动赛事，有时候会因为外在环境而影响他的比赛成果嘛，对不对？天气太热也不行啊，会中暑啊，所以风阻对你们来说非常关键，宠毛对吗？对，好，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减少风阻这样的一个？要海涛还是要教练？减少风阻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就是做法啦，像他们的骑乘的角度问题。
还有就是选手自己穿衣服，我们的队衣，里面合不合身也有这个关键在，一点点都会影响，一点点都会影响。还有他们有一些选手很讲求的，就是说帽子，或者是他们身上的一些鞋子、袜子等等的装备，是。还有就是跟选手本身比较有关系的，我们海涛也做过，请我们海涛来讲一下。就是身体上的，就是腿毛吧。对，譬如腿毛。这我第一次听到哎。我想说，那个毛也会有风阻的问题。我听说这么小也会影响。一般比赛前就是我几乎都会刮了，因为比赛前就是或许就毛比较多吧，就会稍微刮一下。对，因为那个腿毛太长了，那个竞速嘛，秒秒差0.001。对，有时候是心理问题，但是很多短距离选手他们都有这样的见证。是，对，然后所以学长们就会一直跟海涛讲，你那个已经可以假使蚊子了，请你刮一刮好吗？对，然后我开始又问海涛讲，他讲，跟你的脚毛会讲会撞到暗枪里，那头发怎么办？对。头发就帽子，就是选择的帽子问题。所以帽子嘛，对，所以你看哦，大家就想讲哇，其实一在比赛运动都一定胸都该事情哦，比如讲到按摩师什么的。不过这中间还会有那种什么，中立服务车辆，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后面是不是还要有一群人在后面做很多后勤的支援？对，像他们比赛的话，如果说就是落后了，超过那个时间点，对，会被裁判淘汰掉。那他就是有车辆可以载他们，就回到终点。被淘汰的话，对。那像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话，就是教练车，上面会有很多的补给品，包括水在上面，对，预防他们中暑。是，对，应该很多选手有中暑的经验吧？有，对不对？一定有。而且你们在训练，你看哦，像有时候我们只是去外面踏青，想说取什么绿色隧道，有没有？踢一踢回来，这个屁股痛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对，然后还会磨破皮，男生也会，对不对？对。你自己有没有很多磨破皮的经验？有啊，因为练车在一定的高回转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会，对。老师，那要怎么保护？像我们有，就是专门的那个叫润滑油，不是，就是有，像那个膏状的，那他们在穿车裤的时候就会先抹，在我们的大腿旁边就是先抹，是让它比较有润滑的作用，就在摩擦的时候不会越抹，因为我们会流汗，对，那个汗湿湿的就会导致那个一直摩擦就会破皮。那如果有一点点那个润滑的东西，像膏状润滑的东西，他们这样磨的话，就比较不会磨破皮。对。所以其实真的台大雄人家认同贤叔，他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人家常常为什么看运动赛事的时候可以凝聚这么大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你选手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时候，你真的会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知道他这个背后是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血泪，有没有？这时候你点头真的点得很猛烈，是不是海涛？我其实他讲什么他都很安静，然后讲他说对。辛酸血泪，其实女生还更辛苦，是怎么说呢？因为女生有生理期，是我们的车裤里面都是不穿内裤的，那有时候女生还要塞那个棉条，是或者是直接粘在车裤上面，把海绵那个卫生棉粘在那个车裤上面，那个更会磨。下雨我们也没办法说下雨一半就上车，对，或者就不把它骑完。或是天气很热，对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一上车就是骑到玩回来，很少是中途就是说，可能就跑到厕所去换个卫生棉再出来，没有，很少，极少。海涛，那你还好，只是磨一下而已，是不是？对，是不是也好像比较好一点？没有，很辛苦，我只是开玩笑这样。你看海涛真的。是选手很腼腆，就是这样，对不对？但磨破皮很痛。是，对不起，坐不住，坐不住。真的是一个极度的
不会讲。好像就是在极度的不会讲，受一个酷刑，明明就是来训练而已，好像是被那个受虐而已啊。对，海涛你自己经历这么多比赛，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几场？去年的环泰，环泰赛事。为什么？因为又刚刚回到你刚刚那个话题，磨破皮。我就是想说应该会磨破皮，所以问一下。因为那一场赛事其实自己准备的也蛮久的，是。然后第一站跑下来，其实自己第一站下来到终点就是直接躺在路边，不会动。因为我的那时候脚已经是到达了极限了吧，是，很痛那一种。对。后来回去洗澡才发现，竟然破皮了。他真的很累到破皮都没有不知道哈，因为太痛了。对，然后回去洗澡才发现破皮。对，因为我们一开始都会有，因为太累了，就会像有的人可能摔车啊，一开始不觉得痛，就是麻痹掉了。是，对，但是洗完澡可能就开始很痛。对，也是因为天气吧。对，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啊，但是也是因为强度比较高，是那时候的回转速比较快，所以导致会磨破皮。关键是磨破皮教练，但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很棒的赛事吧？是不是？对不对？而且也很难得啊。对，很难得。而且教练，其实我觉得运动选手的前进就是有这些赛事的累积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些赛事的累积，你怎么样往前呢？对，你总不能每天都自己在一直练，你只是一种假象的进步那种感觉，一定要有实战才有办法，对不对？没错。所以其实记得还有动动的故事，就在那讲聊下长，等下长在讲。绕墙度教练เรา先输了度节目第一度让大家来讨论持有差改比赛台湾真的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不过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赛事，只要你能够看到台湾的选手，很奇怪耶，很兴奋呢。本来对那个赛事都完全看不懂的，只要看到台湾代表好像很会，有没有？一直盯着电视看。海涛有这种感觉吗？有。你是选手，你有这种感觉，还是你看别人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看别人也是这种感觉。你分享一下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就觉得说台湾的运动选手其实不容易啊。真的，因为训练的环境有限，是，所以其实觉得就是自己当选手的会觉得说，别的运动项目可以拿名真的是不容易。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像你小学开始练什么运动的时候，妈妈就会说：“你考试有没有看书啊？”是不是？对，明明国中其实是最好的前进发展的那个时候，那为了要升学，好像就要被迫放弃那个运动。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因为这个风气不一样，对，然后又会觉得说，当了一个运动选手，你很棒之后，你在台湾在运动选手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教练这样变成一个专业的教练？因为那是因为教练的成绩非常好，而且教练费松改厉害，所以咱又让他记费。可是不是每一位选手都可以变成像教练这样？所以就变成说，整体的运动的环境就会影响整个在台湾运动员的培养，是不是这样？海涛，我讲的对吗？对，谢谢。所以其实这个，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像教练或者是海涛这样的选手，愿意在台湾为我们，不能讲为我们，为自己，就是说在运动里面愿意投入这么多的力量，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能够拱斗俩撇，其实海涛一开始，你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有改变你什么吗？我觉得改变，不是可能接触到这一部分，就是自由车这一部分，其实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吧。人生哇，老师他竟然讲出了人生，哈哈。那个性有你其实自己国小就开始就是比较叛逆的那一种，然后到国中就是练自由车这一块之后，那时候国一的时候也是还蛮叛逆的，自从遇到教练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改变。我发现你讲话有比较含蓄一点，蛮叛逆的，其实是很叛逆。真的吗，老师？多叛逆？可能青少年会的他都会。现在都不敢了。现在看起来真的完全很难想象，老师说很叛逆，现在感觉连讲话都好腼腆，对不对？对，他以前是会跟老师拍桌的，现在还敢吗？
不会，因为随着年龄的成长，其实包括教练的教导，就是开始慢慢的改变。老师，你听到这会很想哭吗？我听了都很想哭哎。他以前会跟老师拍桌，他说因为随着老师的教导，现在已经不会了。因为我其实比较想哭的地方是，我也付出很多。我看他这样一直跟老师拍桌，还要一直去帮他道歉，我更想哭。哦，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我还以为是教练说我拍得更用力哦，真的。所以其实教练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教练改变你这些？那个转折点是什么？比如他特别凶，还是他特别温柔？就是因为你说自从遇到了教练之后，你就改变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改变你？因为那时候国一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跟教练有接触的时候，后来真的太叛逆了，也加上自己的年龄问题吧，很年轻，然后教练就开始拉，就是每一场比赛，不管大小赛事，只要有出去比赛，他都会带着我出去帮忙啊，就是学习，就是一路这样子跟着他，这样子一路一起成长走过来之后，觉得说。教练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今天我没有遇到他，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在哪里。老师，我觉得他也不用成绩多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学生给你很大的回馈了，是不是？对，而且我也得到他家人的认同，所以他们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一开始家长支持吗？一开始，就是会觉得那是什么玩意儿，干嘛要去学那个？其实他妈妈还好哦，妈妈还好。对，妈妈其实是支持他的，对，只是妈妈比较不知道怎么去教导他。对，因为通常他都拍桌了，是不是？通常自己的小孩都比较没辙啦，是因为爱孩子，对，不知道怎么教育他，对，怎么样去带领他，对。然后小孩子可能就是说，教练讲一，他 OK，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他跟妈妈讲话的态度又不是这样。现在有一致了吗？就比如在教练面前就是是，然后回到家里也是。以前是可能在教练面前说是，回到家说我不要，是不是？当然还是不一样啊，跟家人都是接起电话干嘛啦？我说你们为什么每次跟爸妈讲话都是干嘛啦？然后常常小朋友就会听到我妈妈打电话来啊，然后说教练你的朋友，我说不是啊，我妈妈像朋友吧。对，我就说基本的礼貌要有。对，是，所以你看哦，这真的是为什么海涛都牵一团节目有功啊，在老师身上学很多，身教言教嘛。对，因为其实教练跟运动员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对，非常非常亲密，而且如果说要比赛的前，你们的相处时间是非常长的，非常紧密，你们要做好多赛前准备，对不对？刚刚前面有提到，你连他吃也要管，对。好像有点胖，也要念一下。他们对腿毛好像今天没有刮，是不是要比赛也要念一下？是不是这样，老师？对，会提醒一下啦。对，通常都会提醒啊。那他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完赛会放纵自己，然后我就会不定时的巡访，他们就会赶快把他们麦当劳全部藏到棉被里，放棉被里，会吗？海涛，你有这样？之前比赛会出去比赛前，就是去到那边准备的时候会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就比较贪吃嘛，比较想吃的时候就会去买啊。我觉得他现在讲话还好像小孩子哦，老师你有觉得吗？对，因为他比较特殊一点点，他从大陆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要降毒，所以他比他们同届的孩子其实大2岁，年纪大2岁，对。可是都跟这些年纪比较轻的孩子，所以他就感觉没有像他年龄层这么成熟。是，但是有改变啊，这1-2年来有改变。对。海涛，我觉得老师真的对你蛮严厉的，因为像我看你，我就觉得你应该很棒。可他就说哦，有啦，有进步啦，有改变，这1-2年还不错啦哈。所以老师真的是很严厉。不过老师接下来海涛有准备什么样的赛事吗？接下来目前没有，是对，因为我们一直到他毕业之后都没有赛事，对，要到9月份才会有赛事。9月是指你说今年的9月，那也快了，老师，对，是不是？可是因为海涛他高中毕业了之后，他已经像一般高中都是只有17岁，是或18岁毕业，他已经21岁了。
所以他有他的人生规划，他可能先去当兵之后，再想后面。要继续读大学，专心骑车，还是读大学之后，可能就是去家里需要去帮忙家里的工作这样子。对，海涛，我觉得要加油，我觉得不要放弃，我觉得你很有能量，也很有潜力。你想想看，你现在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可以这么优秀，我觉得你未来一定是一个很闪亮的星星。所以，如果不管是决定要留下来帮忙，或是继续走运动这一条路，我觉得你都不要放弃心中的那个坚持跟梦想，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是不是教练？对，你有什么话要对教练说吗？教练，谢谢你一路以来，对我这么的帮助吧。真的是人生中的贵人啊！一个人人生中的贵人是真的很重要，让我改变了这么多。我爱你。教练，你有对过妈妈说我爱你吗？比较少。规定教练，你规定他回去，你用教练的身份规定海涛回去要跟妈妈说。这样好像不太真诚。那个太棒了，海涛，我相信基本你手语款天时改用亲朋友都会启动。其实一个年轻人，运动真的影响了他的很多，然后老师您的教导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我很少你把我眼泪都逼到眼角了，有没有？对不对？因为怕就是不好看，都不敢低下来，要忍住。所以就是鼓励你手语改和上你黑讲，你有几个梦想啊嘛改，你想要走运动啊嘛改。其实如果有很好的潜能，我觉得我们要给他最大的资源。对，最大的支持跟最大的能量的一个给予，他以后有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对不对？你看环泰赛已经这么厉害，今年又自由车，虽然跌倒，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定因为这样子，一定会有更多其他的心智的训练跟转折。对，是老师，是，所以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鼓励海涛？不管往后做什么事啊，我觉得出社会你所有的坚持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当运动员的选手，最让人家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耐力，我们比人家能够吃苦耐劳，才是以后我们在社会上奠定最成功的基础。没错，对，还有包括我们运动员的那个团体生活的那个礼貌，没错，尊师重道，对，还有。这些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训练，对品德教育啊，可能是在我们其他的真的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很宝贵的资产跟学习，对，跟他们一辈子的，太棒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左聊比附中祝福海涛，也祝福老师，好不好？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海涛更亮眼的发展，这样子，好不好？谢谢教练，也谢谢海涛，非常感谢是吗？谢谢。哇，用心朋友听听他的马改的走人通哦。